今天這個車鑰匙是元朗區的一位粉絲發過來的，司機來了一把這個奔馳的車鑰匙過來閘門這邊升級改裝，閘門這位車友、這位粉絲嫌他這個鑰匙太普通，接下來閘門給他升級改裝。測試鑰匙正常沒有問題，拿出拆解工具，先把這個舊殼子拆開，把鑰匙的主板取出來。閘門這邊改裝車鑰匙也是不分車型的，新款車、老款車、低配車、高配車都可以升級。拆除主板，再接上閘門準備好的路線，放到固定台上，焊接上去就可以了。以後想要恢復也可以隨時恢復的。主板焊接好之後，再拿出粉絲自己選配好的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就可以了。液晶鑰匙外觀可以自己挑選，這位粉絲選配了一個刀鋒款的液晶鑰匙，非常漂亮，非常高級。觸摸可以有觸摸屏可以操作，側面也有物理按鍵可以操作，然後外觀變得完全不一樣。選配了刀鋒款的液晶鑰匙，而且升級好的鑰匙還會升級自動感應功能，靠近居可以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式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預約後尾箱，可以備註車主電話，鎖車升窗也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。外觀會升級，功能也會升級了。現在鑰匙升級完成之後，重新檢測信號正常沒有問題，就可以發回去還給粉絲。